老友記有一件事好多人唔敢同人講，不是忘記鎖匙放邊，不是入房之後唔記得自己想攞，乜也不是電話響咗，望住個名要諗2秒先記起對方係邊個。真正令人心寒嘅係，有一日你只想自己約個覆診時間，想自己買張車票，想自己喺餐廳落個單，身邊人已經好自然咁伸手過嚟話：算啦，我幫你。呢句話聽落好貼心，聽耐咗，心入面會有少少酸。你會覺得自己好似冇病冇痛，但已經慢慢被安排。以前一家大小買樓、供書教學、旅行訂票、銀行保險，邊樣唔係自己搞掂？到咗某個年紀，忽然開個手機程式都要等仔女放工。去陌生地方要人帶路，睇醫生要人陪，連餐廳掃個碼都有人怕你出錯。人最怕唔係老，係未到要交棒嘅時候，已經俾人當成退落嚟嘅人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嘅防老退化，不是那種硬嘅養生課，唔係叫你每日食10樣補品，唔係叫你晨早6點落樓打到滿身汗，更加唔係叫你日日坐喺度做掃毒，做到眼都花。掃毒有用，太極有益，散步亦好。問題是熟到不用思考嘅東西，只能保住一部分能力，未必保得住你面對新世界嘅膽量。腦袋同人一樣太耐冇見世面，會怕生。好多中老年朋友生活好規律，早上去同一間茶樓，坐同一個位叫同一籠沙狗，中午去同一個街市買同一檔菜，煮同幾味餸，下午睇同一類短片，晚上追同一套劇。呢種日子舒服穩陣，冇乜風浪。可是1年又1年，個腦就開始以為世界只剩低呢幾條熟路，熟路行得多，心會安定，但腦會偷懶。大腦有個好現實嘅脾氣，成日用嘅能力佢就幫你保養，長期唔用嘅能力佢就慢慢慳電。以前你認路好叻，後來日日只行屋企樓下嗰條街，再去新地方，就方以前你計數快。後來買嘢唔睇收據，銀行唔自己查，慢慢連金額都懶得核對。以前你同人傾偈反應快，後來每日只係睇人哋講，自己好少開口，表達都會慢慢生情。呢個唔係人突然冇用，係腦入面啲路太耐冇人行。所以真正要保住腦力，不單只要喐手喐腳，仲要俾自己遇到少少新情況，唔係大件事，唔需要日日挑戰人生。只要有少少陌生，少少要判斷，少少要自己完成，個腦就有火。香港人講 Q 唔怕舊，最緊要受。養老都係咁，方法唔一定要新潮，最緊要真係用得着。好多所謂養生習慣，表面好健康，實際上可能令你越來越被動。例如日日只做熟到爛嘅掃毒，初玩當然要諗，要推理，要集中精神，玩耐咗變成套路。眼望過去就知下一步，刺激就少好多。呢個同日日行同一條街一樣，對維持有幫助，但未必能夠開新路。又例如太極初學時要記動作，要穩重心，要配合呼吸，身體同腦都有份參與，打到熟晒，一邊喐一邊諗。今晚煲蜜湯，動作還在，思考已經走咗。太極仍然係好運動，但唔好以為一套熟招打足10年就等於腦袋日日有新刺激。再例如過度依賴子女，仔女幫你交費，幫你買飛，幫你約醫生，幫你處理電話入面所有嘢，
開始時覺得方便，時間耐咗，方便會變成習慣，習慣會變成能力流失，到最後你真係會以為自己做唔到。最溫柔嘅照顧，有時會悄悄偷走一個人嘅本事。我不是大師拒絕叫大家拒絕幫忙，人都屬靈，懂得請人幫手是智慧，只是幫忙同接管不同。幫忙是有人喺旁邊提點你，接管是對方直接替你做晒。幫忙之後你會更有能力，接管之後你會更怕自己出錯。大佬最需要嘅正正係我慢慢嚟，但我自己做到嗰種經驗。講到手機入面嘅新工具，很多老友記第一反應係煩，餐廳叫你掃碼，覺得唔近人情；醫院叫你網上預約，覺得好似考試；買戲票要驗證碼，手指慢少少已經過時。呢份煩躁我完全明白。以前打個電話就搞掂，依家要撳幾個畫面，仲要記密碼，邊個唔老？但世界唔會因為我哋老就退返去。與其日日鬧佢麻煩，不如揀幾樣最關自己事嘅，慢慢學熟，唔使全部識，識到夠自己生活方便已經夠好。第一樣值得學嘅是手機地圖。對中老年人嚟講，認路唔止係方便，仲係尊嚴。你自己識去覆診，識揾出口，識知道邊條巴士返屋企，心會定好多。唔使次次等仔女請假，唔使去邊都要開家庭會議，可以由好近開始，揀一個白天人唔太多嘅時間，去格朗區一間未食過嘅粥麵店，或者一個小公園，出門前打開手機地圖，睇清楚坐幾個站，邊個出口，附近有咩地標，唔放心就寫喺紙仔，放入銀包。到咗之後唔好急，坐低飲杯茶，望下街名，記住翻程方向。呢件事表面係行街，實際係幫腦做空間練習。你要分方向，要睇地標，要記步驟，要處理一點點陌生感。坐喺梳化講養腦效果有限，真正出去行一條新路，腦先有工開。行熟路是保養身體，行新路是叫個腦開燈。第二樣值得試嘅是用會答問題嘅智能工具，幫自己處理生活小事。唔好一聽到新科技就覺得同自己無關。你可以當佢係一個識少少肯陪你慢慢諗嘅網上助手。佢講得啱，你取用；佢講得唔啱，你改。最緊要係你話事，不是佢話事。例如今晚唔知煮乜，你可以打幾句字俾佢。屋企有冬瓜、番茄、豆腐、瘦肉，想煮兩餸一湯鹽，唔好太重，但要有香港家常味。佢可能會俾你幾個做法，你睇完之後用自己經驗改。番茄可以先炒香，冬瓜湯落2片乾，豆腐唔好煮到爛晒。呢個過程已經練緊腦，因為你要睇、要揀、要判斷、要修正。刷短片使人哋推乜你睇乜，用智能工具試你出題，你揀答案，你做最後決定，兩者差好遠。又例如寫信息，好多熟齡朋友心面其實好掛住仔女，但唔知點講先唔會變成壓力。想約老朋友飲茶，又怕語氣太生硬。你可以叫呢種網上助手先起一段草稿，然後改返成自己講嘢嘅口吻。科技幫你開個頭，人情味仍然由你放返入去。字唔需要靚，最緊要有溫度。人到呢個年紀，講嘢最怕假客氣，亦最怕太重手，借工具整理一下失禮，反而更周到。第三樣值得練嘅是電子付款同網上預約。很多人怕撳錯錢，呢個堅是合理嘅。
涉及錢。慢一點是應該做法，不是永遠唔碰，而是由小額安全熟人場景開始，去相熟街市檔口，揀人少嘅時候買10幾蚊菜，試一次數碼付款，先睇清楚金額，確認完之後先按成功一次，你心入面會知道，原來唔係咁可怕。網上預約也一樣，唔好第一次就揀醫院大件事嚟練，可以先試圖書館活動、展覽、餐廳訂位，冇壓力嘅場景，最適合慢手練熟流程。將來真係要處理覆診，先唔會手忙腳亂。香港人有句話：有早知冇乞兒，有啲能力早少少學，錯嘅成本低，等到急用先學，心慌手震，錯嘅機會更大。第4樣是整理自己嘅相同故事。以前啲相放喺相簿，依家好多都藏喺手機，啲千張相堆埋一齊睇都唔想睇。你可以每星期整理10張，孫仔一個相簿，旅行一個相簿，老朋友飯局一個相簿。每張相加一句備註，寫低邊一年邊個地方同邊個一齊，當時食過乜，呢件事好有用。你不是單純整理相，你是在整理記憶簿。要揾詞，要分辨重要同唔重要，要將感情放返喺合適位置。人年紀大咗，最怕記憶變成一堆散紙。你願意慢慢整理，人生就唔會亂成一袋舊收據。我哋喺見蘭之意傾呢啲，不是想催大家追潮流，更加不是要大家扮後生。到咗屬靈，最值錢嘅不是速度，是主導權。你仍然能夠自己安排小事，仍然知道自己點樣生活，個人就企得穩。如果聽得啱耳，訂閱一下，當多個老友坐低飲茶，陪你慢慢行。講到主導權就一定要講仔女。好多仔女是真心孝順，佢哋怕你跌倒，怕你俾人呃，怕你撳錯，怕你一個人出門出事。佢哋講：我幫你，出發點是愛，只是愛太密會焗住人一個人。如果長期被提醒呢個唔好做，嗰個唔好試，你唔識我嚟，慢慢會把自己縮細。你本嚟可以學，只是需要慢一點。你本嚟可以試，只是需要有人喺旁邊睇一睇。你本來可以做到，至身邊人太快幫你完成，到最後你真係變得唔敢做。那唔是年紀造成，很多事是藏俾大腦造成。同仔女相處最好有條清楚但溫和嘅，先大額錢銀，大家商量重要，醫療決定大家一齊聽清楚。日常小事盡量自己試。你可以同仔女講：我知你擔心，我會小心，我唔係逞強，我只是想保住自己做事嘅能力。呢句很重要，不是逞強，是保養能力，同筋骨一樣，太耐唔用就生柴。判斷力、膽量、社交反應、學新嘢嘅耐性，全部要靠日常維持。退休之後冇咗公司，職位冇咗同事，等你拍板，冇咗客人揾你解決問題，生活突然靜落嚟，靜太久，人會懷疑自己仲有冇用。學新工具，行新路，自己處理小事，其實是每日向自己報到。今日我仲在場，今日我仲可以，今日我唔係等人安排中老年人最在意嘅。講到底離不開4件事：健康、錢、仔女、面子。健康方面，大家怕腦退化，怕跌倒，怕中風，怕某日突然幫唔到自己，怕是正常，但日日怕冇用。最好將恐龍拆成可做嘅小事。怕忘記食藥就學手機提醒，怕出門迷路就學地圖同定位，怕跌倒就揀一對穩陣鞋。
避開太斜太滑嘅路，怕覆診手，忙腳亂，就早一日將地址、時間、交通寫低。錢方面最怕完全唔清楚。以前大家買魚都識睇魚眼，買樓供樓都識計數。到咗手機年代，反而一見驗證碼就縮。你唔需要做投資專家，但至少要識睇自己戶口結餘，識分辨正式短信同假連結，識得大額轉賬前停一停錢袋，自己有概念，心先唔慌。仔女方面，最後都要將陪伴變成管理。父母需要嘅不只是保護，仲有被尊重。仔女可以提點，但唔好事代勞。父母可以接受幫忙，但唔好件件放手。關係最舒服時，大家都知道對方有界線。面子方面更加要放鬆少少。好多老友不肯學，新嘢不是那唔樂意，是怕出醜，怕掃碼掃唔到，後面有人等，怕問職員對方冇耐性，怕仔女嫌自己麻煩。香港人最怕阻人時間，也最怕俾人覺得老土。可是學新嘢一定有笨拙嘅一段，笨拙唔失禮。明明可以學，卻一早判自己出局，先最可惜。唔怕慢，最怕站。呢句老話到咗熟齡先知有份量，慢慢撳，慢慢問，慢慢試，全部冇問題。只要不停喺原地老，就仲有路行。我想俾大家一套很簡單嘅7日做法，唔係功課，唔係挑戰，只係幫生活加少少火。第一日學手機提醒，只設1個提醒，例如食藥、飲水、量血壓，唔好貪多先用熟1個。第二日打開手機地圖，收藏屋企，常去診所。最近港鐵站收藏好之後，試下自己揾返出嚟。第3日用智能問答工具問一個煮飯問題，答案唔好照抄，用自己口味改一改。第4日整理10張舊相，每張加一句備註，寫得短也好，重點是自己記得。第5日試一次語音輸入，對住電話講一段訊息，再慢慢修改呢個練口詞，也練思路。第6日去一個未去過但安全嘅近地方，白天去平路，去唔需要遠，去到之後認3個地標。第7日將今個星期學到嘅一樣東西講俾一個人聽，講得出才算真正學到。做完呢7日，你唔會突然年輕20年，也不需要有呢種幻想，但你會感到自己冇咁被動，呢份感覺很實在。人有主動感，精神會企直，精神企直，眼神就不會灰。我識一位阿姨，68歲，先生走咗之後，第一次要自己處理好多事情，交電費、約覆診、查路線、改手機套餐，以前全部由先生做。起初佢成日話自己唔掂，女兒也心急，想一手包辦。後來佢哋講好，每個月只學一樣。第1個月學提醒，第2個月學網上交費，第3個月學地圖去診所。半年之後，阿姨同我講，原來一個人生活最驚嘅不是冇人幫，是自己以為自己一定唔得。呢句我聽完，心入面很有感。好多能力不是突然消失，是太早被封箱。好似一套靚茶具，怕打爛就收埋10年，最後連自己都忘記。曾經用過人嘅本事，亦一樣越怕用越快生塵。所以防腦退化唔應該只係醫生佈局入面嘅字，也唔應該只係飯後茶餘一句擔心。它可以是今日自己查一條路，明日自己寫一段訊息，後日自己處理一個小預約。每一步好細，細到冇人鼓掌。但你自己知道，今日個老友開工，今日個人冇退場，
人生後半場最威不是扮後生，最威係年紀到落仍然清醒，仍然識得分辨，仍然可以自己揀。你可以慢，但不要停；你可以問人，但不要完全交出去。你可以接受幫忙，但方向盤最好還握住一邊。老友記，明日就揀一件小事開始，掃一次小額付款，查一條去診所嘅路，整理10張相，或者用網上智能工具幫你諗今晚煮乜，唔使張揚，唔使交功課。做完你自己心入面會有數。一個人真正老去不是頭髮白，而是對新事物完全關門。只要你仲肯開一條，目光就入得嚟。如果你願意喺評論區留一句，最近邊件手機或網上小事令你最頭痛，是數碼落單、網上預約、手機地圖、電子付款定係驗證碼？講出嚟，大家一齊笑下，一齊拆解。老友之間不怕慢，最怕唔出聲。呢度係見難之易。鍾意呢種老友式傾偈，順手點個讚，訂閱一下。日子行到後半場，最要緊不是追住世界跑，而是仍然有本事同世界打個招呼，然後用自己嘅步速繼續行落去。